今日咧有請四海哥同我哋一齊講下國際大事啊！四海你好，你好珍姐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。係啦，首先我哋關注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訪問美國啊，咁啊見到4月份咧就係政集會完咗之後，咁啊鄭麗文咧就係會訪問美國15日啊，咁就點知咧係已經寫咗一個秘密根嘅喎，都未啱啱6月10號就已經話佢想見下啲美國罷工嘅國家安全會議嘅官員咧，人哋就唔會見佢，臨時取消，佢坐喺度即係唔知做乜，咁啊點睇咧？即係罷工俾佢嘅呢個待遇。嗱，呢個敲鑼打鼓啊，國民黨主席咧去到美國，原先鄭麗文佢自己嘅部署咧就話，我千方百計見咗習大大，喺習大大嘅加持之下，去到美國就希望美國睇到嗱，我喺習大大中間有一個影響力嘅，我推出一個和平嘅，就希望咧逼翻美國咧就話喂，咁你都要幾見我？就即係代表喂，我一方面咧已經得到啊習大大嘅首肯啊，點乜去同美國人見面，之但佢忘記咗一件事，鄭麗文，呢個女人係叫做志大才疏嘅蠢過隻豬嘅人，亦都未見過大場面，基本上難聽啲講呢個個鄉下婆，即係今時今日國民黨推選對出去得6萬幾票，就做呢個咩主席，冷門殺出一個主席。要乖盧秀燕喺關鍵時刻唔肯企出嚟，點解咁講咧？你話要為去到美國游說，成為美中兩國一個橋梁，點都乜？喂，乜美國唔識自己直接揾習大大嘅咩？我使乜揾你做咗個中間人啫？即係而家就話喂，我2間公司我直接傾呢個合作嘅有合作，再使唔使中間經過一個經紀去做拖拉啊？呢個第一個，即係死蠢，佢睇唔清楚自己個位置應該擺喺邊度，佢個位置永遠唔明白。難聽啲講，點解共產黨會接待你，甚至點解習近平會接待你？2個原因啫嘛。阿珍姐，點解習近平唔會接待沈世海？點解佢接待鄭麗文啫？因為台灣有軍隊，第一個原因。第二個，因為台灣係美國睇住，甚至日本喺度介入緊睇住。你有後邊呢啲原因，呢啲咩實力派嘅眼睄到你台灣，佢哋先係肯接待你啫嘛。同埋點解會有一個鄭麗文嘅出現咧？因為習近平佢覺得打台灣用武力去打台灣嘅，咁不如用錢買台灣。國民黨自從連戰2004年開始親中嘅訪問開始，無論連戰馬英九、朱立倫、洪秀柱，歷屆嘅國民黨主席都係俾人扣上咗親中，但係未至於鄭麗文咁離譜。但係鄭麗文咧行呢條路線咧係好得到共產黨嘅話，習近平非常之認可嘅，知唔知點解啊？無論連戰，無論馬英九，無論洪秀柱，無論朱立倫，